这台歌五之就会开始吼，请大家静心吼，大家请看你的手机有关机是讲有开静音吼，无小等影响小等的礼拜的进行啊。这是咱同心来敬拜上帝，请走啊，未倒。
家去拜团来带咱来欧罗上面。好，感谢很高兴再次借着神界的敬拜调整我们的焦点来转向神。每次我们敬拜不是只有自己在这里唱，而是与万物与众天使、众圣徒，我们一起在永恒中敬拜。我们也不是只有声音，更是用我们的全心全人将荣耀归给神。如果方便，邀请大家一同站立，一起同心唱神说他要在他子民中行奇事，但他要求我们先做这件事，自洁，不是只有外表干净，而是分别为圣。我们可以将心再次敞开，让神的爱来触摸，得着平安医治。当我们遵从他为主，当我们被主爱触摸时，我们就有力量跨出那细心的一步，见证过约旦河的奇事。继续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献出我们的心。我
来良心的概念来告给咱的信用。你着尽心、尽性、尽意行出你的上帝，这个才是大爱，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是亲像是讲，你着行出比亲像家己，这个人才是全文化甲身体的总分头。良心的概念有你，就是你着三条，亲像我来跳你，你若着爱你三条，你若三条，只要会叫人知你是我的核心。请坐。就是请大家来客应，客问第33篇，我来客，恁来应。因究竟要将谁批评上帝？恁业啊看顶面，叫小无带遐个万军出来。因为伊的大权能、大气力。雅各啊，你啥事讲？我的道路稳泊伫耶和华。你敢袂知吗？你敢袂听见吗？伊无野，也无善。甲善的，伊互伊入去。少年人也为野为善，勇壮的人也为跋倒。伊要亲像鹰鸟，铁石飞团。移动。即摆请大家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咱的主宰，也是大权的永爱上帝。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阮经过一礼拜久的平安甲顺利。伫这新的主日，大家要做伙伫你的面前，用欣喜欢乐来感谢你。恳求圣灵降临阮的中间，开阮的心门，阮专心虔诚来敬拜。全能的上帝，求你怜悯阮，救阮脱离遮罪的偷办。伫你的疼内面，咱有盼望。无论阮生活中拄着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你拢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阮要将你的话记录在阮的心中，成做阮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教会中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你病的人，求主医治因，互因得到健康。有人出外出国，求主赐因平安。也为着世界各所在的战争会使平线，甲台湾未来、甲政治的纷扰来祈祷，也想使阮的国家的政治者有够野的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只是愿主的圣灵降临阮中间，互你的话会使透过任何师的嘴，互听的、讲的，拢会使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只是咱要请三马团体来带咱来阿罗上帝。
是人会看上帝话，记载咧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到第6节。我来读第3章第1节。天光，约书亚透早起来，甲以色列众人拢离开城庭，来到约旦，还未过去就歇伫遐，听候过头。过3日，官长遍伫营中，命令百姓讲：恁看见耶和华恁上帝约柜，搁看见祭司利未人更伊的时，就离开恁的所在，来对伫后面。总是恁甲约柜3日约着着牛2000种的鱼，毋通逼滚伊，互恁知所着行的路，因为你平时毋捌行即条路。约书亚对百姓讲：你着家己信节，因为明仔日耶和华要带恁中间行奇事。约书亚阁吩咐祭司讲：恁扛约柜起来，伫百姓的头前行，着扛约柜起来，行伫百姓的头前。来看14节到16节。百姓离开布边要过约旦的时，祭司就扛约柜伫百姓的头前。伫收成的时，约旦的水常常搬过伊的发。扛约柜到约旦，行约柜祭司，骹一路碰着水，迄个对面流落来水就徛起来规堆，3里真远。伫撒拉旦边头的亚当城，迄个流伫亚拉巴海，就是盐海，遮的水全因折断，百姓就伫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以上，即是要请连俊忠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影响崭新的未来。主内敬爱的长子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不久就要过农历新年了，我们都心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也有很多的期待，每一个人心里面也自然都很高兴，预备来过年。那么在这个讲道的当中，我就在想，那我们今年要过农历新年。对台湾人来说，这是我们民间习俗很重要的旧历年。我们要用
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迎接？还记得上次我们的分享，在新历年的1月11号的讲道当中用什么呢？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以耶和华上帝为至宝，对吧？用亚巴熊的最让的祭拜，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听得很懂我又用中文讲到就会用中文来讲。所以今天叫第2个讲题，在今年里叫迎向崭新的未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请坚固我们，求坚固我们的信心，引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奇妙的作为来带领我们。特别仰望民间习俗里旧的新年，对我们来讲这个很重要的你的心，要如何的再次仰望你，求你透过你的话，于是要记今天这段的记载，让我们从你话语中看见，主你要对我们说，主你真理生命的话，我们恳求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能够浸淫在上帝的道里面，再次的深深与你连结。愿圣灵的保守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今年旧历年是属于马年，对吧？马在古代战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强调快速取胜，所以我们都会祝福同事看到的人，你都会讲什么？在今年，除了基督徒，我们的用语，一般我们会看到人们常常在讲什么？马到成功。这句话乃是从元朝关汉卿他所说的而来，强调快速取胜，也就是说，无论你做什么事，好事、工作，甚至比赛，开始时，如果你们能够迅速的抢到先机，那么你就能够改变局势，马到成功。所以在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里面，人们总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得到福禄财子寿，哇，此生已经满足了，没有什么可以再让他更多的满足，这一辈子就够了。我想这就是普世人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人用这个作为他一生的目标，用尽各种方法，就是要得到它。所以，就算念到多么高深的学问，即使念到博士，如果每当探点钱，不能赚到钱，博士可以这样，可以不要来卖炸鸡排。台湾都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是吗？这就是台湾人的命运价值观。以前在白河，台南白河进去关子岭，我在那乡下一个叫做盐前教会，那时候是甘伟林牧师所造的。他的故事我今天不在这里讲，很有趣，也很惊险。后来他就逃来到盐前这个教会，在那里成立教会，所以已经将近140-150年了，老教会了。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因为教会
在过去大概几百公尺有一家叫做傣仙寺，大仙寺也是100多年的老寺庙，很大。过年要干嘛？他能拜拜，还有嘞，半夜里整条路已经水泄不通。教会在比较高的，所以产业道路再下来，找这一条要去关子岭的一条路，已经围得水泄不通。半夜3、4点，为什么？他们要去插头像。谁能够到庙宇的祭坛里面插上第一只头像，那个人他今年可能就可以得到神明的保佑，做什么事情就会顺利，好像就会马到成功一样，马上幸福一样。这就是民间宗教迷失的信仰。接着发生什么事情？为了抢，谁要在最插的那第一支香，会怎样？大家你争我夺，玩给牛嘴，小怕讲有咒骂，车子这样挤，恨不得用冲的，它能够飞起来，飞到第一台最好。这个样子，这是台湾社会每一年民间宗教里一定会发生的大事。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在台湾的民间信仰里，各种的迎神赛会里面，各地方有很多的阵头，那里讲顶堂，各个地方的庙宇阵头就会在那里，也会抢夺谁能够得到最先，然后最有天时地利，可以抢得先机，在那里让在那里得到红包，所以各个阵头都会彼此较量。有一次我们就住在淡水那个路边，那刚好是国礼拜堂的下面4楼。那时候从台东搬到淡水，教会姐妹就教会4楼可以住，有那个刚好可以空，我们就住在那里。可是路边，所以每一年淡水都会有那个端午节，端午节前一天会怎样？整个淡水围得水泄不通，连走路都有困难，到处都是鞭炮声，噼里啪啦的，一直到晚上10点，前一天到晚上10点才能够稍微安静下来。所以我就故意留在医院里很晚，或者是出去外面很晚，一直到10点多才慢慢用走了，没有公车可以搭，全部封起来。就在我们的楼下，每一年都要忍受全淡水里面鞭炮好像战争一样，梆梆梆梆一直叫，非常的嘈杂，整个镇里面乌烟瘴气。就在我们楼下被称为炉主，哇，他都叫这些阵头在他的店前在那乒乒乓乓乒。我们住在4楼，每一年都很惨。好，就在那一年，我就下定决心要用祷告来战胜你。我就说主啊，这么多年太吵了，吵得我们真的没办法。每一年的这一天非常的痛苦，坐立不安，在家里整个非常的吵。我说主啊，我真的求你帮助，叫他不要再来，不要在我们的楼下，在那里鞭炮鞭铃鞭乓在那里。结果那一次就真的打架，吵闹得不可开交，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就拆了好几年，安静的很，超快乐的。感谢主，真的是啊，受不了。这就是台湾民间宗教里面，大家都是这样。包括我们也看到很多百姓跪在路上，让轿子从他们砍过去，钻轿子下面，表示他可以得到所说的妈祖的保佑。我们看见这些背后所有的脱离不了财力的影响，真的是很可怜。
在台湾人的思想当中，具有叫做命运天定的思想。人的一生祸福命运皆由上天注定，所以呢，一切都是命。万般该是命，半点不由人。好像命运掌控我的一切，完全没有办法。因就是命运天定的思想。台湾的民间宗教里，绝大的部分都是这样的想法。我有我们的同事里面啊，命啊，这就是我的命啊，这就是不好的，这是上天注定我就是这样。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不也是吗？由天决定人的命运，人的富贵，人的贫困。所以常常会说，某事在人，成事在天。还有呢，讲囡仔婴仔落土的时，八字命就定，所以很重视那一种很久没有讲哦，有时候都忘了，很重视那种八字出生命运的记录。这个人出生，他的一生命运就已经被定了。所以呢，有的人十分成功，有的人呢一生穷困潦倒，有人财源不断，有人做什么都头，连在一起，一败涂地走投无路。然后遇到天灾地变，就说啊，这是命运。他能够躲过，就是啊，这个人的命运很好；他躲不过，这个人的命运，这是命运不好。这个人的命底好，命底出生的时候的头背里面啊，这个命底啊，所以他很多困苦都能够向鬼逃过。但是那些没有逃过的人，这歹命，这命底无够硬啊，所以他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越过这样的难关。够硬的人就可以命运够硬的人，命底好的人就可以逢凶化吉。命底不好呢，就什么劫数难逃。他们的思想就是这样。我们的同事很多，大家都是这样。所以一个人遭遇到失败、不如意的时候，就会归咎这一切都是命运作祟。听天由命，反正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但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这种命运天定的思想，让台湾人非常的不安，很容易带给人自暴自弃。所以我有能力，我就要大量的去囤积、去赚钱、去谋取暴利，免得这个时候不好，命运不好的时候，难关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过。所以不断的争取夺利，官员也是这样，所有的人都一样。可是命运天定思想也很容易带给人自暴自弃，感受命运的愚弄。即使这个人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用，一样也是迷失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常常都被骗，很多女孩子被这些下面江湖的术士骗得团团转。那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当人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会甘愿说啊，这就是我的命，甘愿吗？不会甘愿。那怎么办？他就期望能够透过外力改变我的命运，不是吗？不然街道巷尾那些相命的，他们怎么生活？那些择日师、蒙古的，那些看日师、那些风水的，他们怎么办？他们面对命运没有办法改变，他就是靠着外在这些来改变天命这种的思想。唔爱服命运天注定，我就是不服命运天定这样，我就是想要去改命改运，这是不是矛盾呢？矛盾。他能够期望透过抽签、卜卦等等，能够是不是命运可以翻转？
就是民间信仰矛盾的地方。但对基督徒的信仰来看，全然的相反，全然的不一样。我们会仰望上帝，当我们在痛苦中，我们可以向上帝倾诉，向上帝祷告。我们知道，在困难中，上帝给我们力量去面对它。所以保罗说：“当我越发困苦的时候，当他越痛苦的时候，上帝的恩典越加添给他。无论得时不得时，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归乡。这个世界人所追求的这些财力，这些永远都会有，会面对苦难，不可能人没有面对苦难。可是面对这些财力，我们的目标却不是在这上面。我们在努力的是什么？为了一份更大的荣耀在努力。我们所追求的就是活出一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生命，让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他的旨意能够展现出来。即使当我在困难困苦的当中，我依然的仰望上帝。所以哈巴谷书3章那里说：“即使无花果树不结果，葡萄树、橄榄树也不效力，田里也不出五谷，羊棚里也没有羊，圈中绝了牛，我依然要因为上帝耶和华上帝而欢欣快乐。”这就是我们的心，不一样，完全生命价值观不一样。我在和信里有一次，安宁的那个张主任，那里有一个法师，因为有佛教的人，也需要我牧师，因为有基督徒人。可是我不是只有基督徒才关心，所有的人我都看，都关心他。那个张主任讲了一句话，他有一次对病人说：“来，你来听听这2位我们的宗教师，他们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想法的人呢，看他们怎么样子跟你们讲。的确，在世人的眼光，我们是很不同的，我们的价值观是跟世人完全不同。我们在为一份更大的荣耀在努力。希伯来书12章第2节对我们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便坐在上帝的右边。”主耶稣的受苦，使我们不怕苦难，使我们知道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胜过它，而不是借着民间宗教像所有的人一样，找那些人要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自己都解决不了，他们还可以解决别人的问题，不是很讽刺吗？但我们寻求的是上帝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问题，给我们有智慧胜过它。所以主耶稣的受苦让我们不会怕苦难。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便加增给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目只关注地上的事，不会仰望上帝的话，那我们的存在就会失去了意义，我们的盼望就会跟世界一样载浮载沉，我们的心也会被世界的这些价值观所腐化、所占满。那些从上帝而来的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温柔、信实、良善、节制这一种，
从神来的属天的恩赐就会不见了，因为我们的心注重的是世上，而不是注重来自上帝美好的这些恩典特质，在这个人的身上也就会不见了。更惨的是，失去与上帝的连结，他会看不见在基督里上帝所要给我们上帝国永恒的价值。就为里面不是有所罗门吗？最近我都在看《列王纪》，再一次的仔细的去看《列王纪》。所罗门刚开始，上帝透过他建立圣殿，不是吗？上帝多大的祝福！他没有要大卫为他建殿，他拣选所罗门为他建殿。上帝多大祝福给他！你没有所求的这些寿数，我通通给了你。他只求给我智慧，怎么样治理百姓，管理上帝的百姓。上帝非常喜悦。好，你既只求这些，我要把其他通通赐给你。当我看到整个圣殿，他用金子把整个柱子非常漂亮的整个圣殿，这每一年有几百他连得的金子，每一年有百他连得的金子，每一年都这样不断的，所有的珍珠、翡翠、玛瑙、象牙充满整个圣殿的府库。弟兄姐妹，可是当你看到列王纪下最后的时候，却是整个王国分崩离析。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怎样？上帝有没有收回去？他的祝福，上帝收回去了。上帝说：“你既离开我，没有遵守我所给你父大卫这些律例典章，那么我要因大卫的缘故，仍然在你活着的时候，你的国不会分裂。可是你以后，你的家世整个都要分裂掉，因为你不听我的话，你去拜亚斯他路，拜他这些太多妃嫔西顿的亚斯他路，拜亚门的米勒公，拜摩亚的基摩，这些神明，离开上帝。”他从原本非常的富有，连南方的女王都来朝见他，用各种的美好的给他，最后是什么？空了。当巴比伦来整个灭掉的时候，连墙壁上面的金都连金不能刮起来了，连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拿走。可怜，上帝的荣耀，圣殿的荣耀，在他老年就都毁了。给我们一个很大信仰的关系。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11节，他怎样告诉我们？但你这属上帝的人呐，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提摩太、保罗，属灵信仰的儿子，他不断的告诉他，你要逃避世上那些事，人们的所追求的那些看得见的，可是不是真的可以放到永恒的希望，而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多么美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过《血钻石》那一部电影，描写43共和国政府军、反叛军、游击队他们怎么样子压迫童工村民，去为他们去挖钻石、挖黄金，然后做什么？买军队扩散，谁的武力最好，需要很多的武器，都需要这些东西。
每一个钻石背后的血泪史，后来透过这个黑人没有死亡，也透过这个专门在做中介钻石的这个人，他的死唤起了国际的注意。一个记者帮助他，带他到美国，在大家的面前去把这些龌龊肮脏的事情把它展露出来。《血钻石》这部电影令人感到非常的血腥，可是也很多的反省。许多这些军队、政府军、反叛军，许多这些游击队，他们在金钱、财力、人心贪婪之下，我们会看见人性的险恶，跟人内在的道德良心的斗争。所以联合国在2003年就规定，钻石必须要合法出处的保证书才能在国际流通。因为每一个钻石的背后，不晓得多少人为了它死亡，多少的残害，多少的奴役，多少的血泪编织。基督徒就像是身处在这个罪的世界，时刻在跟邪恶不义在对抗，以实践上帝的话语，遵照圣经中上帝的教导，活出基督美好的生命，过神所祝福喜悦的生活。所以，在这新年我们要即将迎接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迎向一个崭新的未来？除了要真实的以耶和华上帝为我们的至宝，它更是我们一切幸福的根源。当我们迎向未来，我们必须更要靠着主。今天的经文里面，我想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耶稣这样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与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如果我们的心里尝试这样祷告，致力跟主建立美好属灵的关系，那我相信每一个日子里，我们都会不一样。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这一切，我们都会不停的去寻求上帝的话语里面带给我们的意义。今天这一段圣经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当约书亚在约旦河的东边接续摩西要带他们进入约旦河到迦南地的时候，神所应许给他们，对这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去，前面的路怎么走不知道，会遇到多少危险不知道，有多少的敌人在那里准备歼灭他们，要死多少人，要怎么样子来得到这一块地，不知道，因为那里住着非利士人，是用铁的民族，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的房子是那么样的坚强，高手，这我们都可以去从约书亚里面、圣经里面来看见。他们未来会如何，没有人知道。是生是死，是战争是和平，在等着他们都不知道。同样，我们面对今年新的开始，我们也会不知道如何来走。可是，当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以赛亚，我们会看见约书亚，我们会看见很多。看见耶稣呀，他怎么样子来带领百姓？他给我们3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要敬畏上帝。耶稣呀带领百姓要过约旦河，他怎么做？首先，他教导
诉百姓说什么？你们让约柜在前头。约柜是什么？代表神，代表上帝，他的临在，他的同在。让约柜在前面走，要保持多少距离？2000宙是多长？乘以45公分来讲，大概就是900到1000，1公里，900公尺到1公里的这当中，要距离这样子，为什么不要靠近约柜？为什么要有距离？在神和人当中有一个神圣的分界点，不是吗？耶稣要叫百姓，就是要学习敬畏上帝。常常在我们的为人处事中，面对很多的抉择，但是有一个抉择，人说的不重要，上帝怎么说才是重要。敬畏上帝就是我们基本的表现，让神在前头行，让百姓在约柜之间保持神圣的距离，这就是敬畏主的一个表现。他让百姓知道，在神跟人当中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分野，让他们学习敬畏上帝。有时候在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对神失去敬虔，这就是约书亚在这里他要做的，让百姓去经历怎么样子叫做敬虔。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祷告里，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嘴巴还有东西，你会把它吐出来会不会？还是你继续吃东西，然后含在嘴巴里跟上帝说话？或者是年轻人常常喜欢把上帝拿来做开玩笑。My God, my God, my God， 好像哦，什么就是 My God， 用这样子，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揶揄的方式吗？一种好笑的口吻吗？或者是把上帝拿来做开玩笑的对象吗？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在讲，刚好一个外国户在旁边就骂他，到底懂不懂？为什么你要这样讲？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电视的声音还开着，比谁大。有时候我们礼拜的时候，没有用敬虔的心来到上帝的里面，是无视敬拜当中，还这样说话，这些都是对上帝不敬虔的行为。一个人当他越尊荣神，神就越使他得到尊荣，这是一定的。当我们对上帝越敬畏的时候，上帝就越让我们来感受得到他的喜乐，他的同在。有一次我们应邀到台中向荣教会去讲道，来勉励他们。我们是9点半开始，9点就到。哇，看见大家都安静的在圣乐的当中，在那里祷告。哇，很难得，教会这样，很高兴。从小细节当中，常常我们可以显出我们对上帝的敬畏。箴言1章7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那些在生命中越敬畏上帝的人，他们所表现出来上帝的属上帝的这种特质，属神的子民表现出来的令人感动。约书亚吩咐祭司让约柜在前头行，因为约柜代表上帝的权力、权柄，他临在的具体的象征。然后耶稣亚说了一句话，第4节，
因为这条路向来你们没有走过，这条路向来你们没有走过。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要让约柜在前头行，要在约柜的距离约柜这样的距离，这样的一段的距离来跟从，让神在前头打仗，让神在前头为我们开路，没有不得胜的道理。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住，这是一种信心的仰望，也是一个有智慧、敬畏神的长者所表现出来的信心的行动。因为耶稣也知道，他们进入迦南地会有很多的试炼挑战，会面对很多的境况，是生是死，没有人知道。可是如果让上帝在前头引导，他们必定能够，上帝必定为他们开路，他们就必全然得胜。所以面对耶稣呀这样的智慧，我们是不是有呢？以敬畏神的心开始，这是我们让上帝在我们前头带我们，这是迎向一个崭新未来、得胜很重要的关键。求主带领我们的脚步，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今年会如何，未来会如何。可是我们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知道他安稳的把我们安稳在他的手中，他会引领我们，带我们前行。戴德生牧师他说：“不信的人只看见困难，信的人看见自己和困难之中还有上帝。”这是极大不一样的一个信仰的体验。第二个，我常常讲，当然我就忘了第二个，分别为圣。耶稣也说什么？你们要自洁。什么是自洁？有圣经话就是分别为圣。耶稣也要百姓分别为圣，让约柜在前头。第二个就是分别为圣，那就是要让自己分别为圣在神面前。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上帝要行奇妙的代志，在伊的面前。自洁就是离弃生活当中那些得罪神、对人亏欠的事，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不与有罪的人同行，他不愿意在罪恶的人当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求上帝赦免我们，让我们洁净在他的面前。如果我们没有圣洁在神面前，我们就没有办法蒙福，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得上帝的怜悯，是否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要分别为圣自己，先谦卑降服在主前，不要在罪上有份，而后上帝才要为我们施行大能启示。上帝曾经告诫摩西，在出埃及记34章14节，他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名为祭邪者。所以，一个要蒙上帝亲近的人，怎能不要求自己圣洁在上帝面前？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圣洁在上帝面前，我们可能祷告就无力，因为我们就会想到那件我们做错了、我们得罪神的事情。我们那能在面要记得不出来，没有力量，因为我们被魔鬼控告。可是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求主原谅、求主赦免，哇，你心里面会很高兴，你会再次重新得力。那一个恶就不能控告我们，他也没有力量控告我们，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得胜。所以要蒙上帝亲近的人，我们就要先求自己在主面前时常有分别为圣，过着在信心、生活、爱心上、纯洁上。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什么？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耶稣的8福记7福说，清心的人要怎样？看见上帝。圣洁才能亲近上帝，保持生命里面，让主常常接近我们，我们就能够成为有力量的人。没有圣洁，就没有人能够亲近上帝。所以常求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来服侍他。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不喜欢我们沾染罪恶。今天我们的周遭有很多混乱的价值观，例如追求金钱，不顾道德，追求情欲，不管婚姻的终始，追求自己的利益，不问他人的生死等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更需要圣经、上帝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得到那正确的价值观，不被世上那些错误的价值观所迷惑。最后，我们会看见耶稣呀怎么对百姓说。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要紧紧的跟着约柜行，紧紧的跟着约柜行。你得安安调调对你行，唔好离开，唔好对上帝没有跟从约柜行，所以要紧紧的跟着我们的神在前头，我们要紧紧的跟着来走。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上帝是一位时刻在行动的上帝，他不打盹，他也不睡觉，他时常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圣灵，帮助我们要行动的上帝。你要好好的运用上帝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权柄，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他不断在我们身上动工，让我们经验到他就在你我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当约柜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15节16节怎么说？约旦河就自动分开，跟摩西过红海一样。上帝的神迹奇事再次发生在他们的面前，分出一条路来，让百姓能够过去。上帝为他们开路。重要的是要紧紧跟随主行，我们就必然全然得胜。因为上帝是一个时刻在行动的上帝。如果我们忘了跟随主的脚步行，以致在生活中面对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他击垮，失去依靠主。所以耶稣曾经在路加6章46节这样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诗篇16章第8节，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神永是我们的帮助。愿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成为我们向前一个极大的动力。求主帮助我们生命里面紧紧的跟从他，特别在面对一个踏向一个新的未来、新的年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子的紧紧的跟从主。这3个属灵原则，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敬畏你，分别为圣，紧紧的跟从你，就是我们生命中蒙福
三个最重要、最大的关键。这样的人将要经历上帝的奇妙作为，因为神为我们开路。圣经中里面实实在在的见证例子，神你怎么样子带领他们。很可惜，以色列百姓先人走过的路，他们忘了，没有继续，以至于面对国破家亡，上帝的祝福离开他们。当他们再次回到里面来，已经是面对许多的困苦，面对很多苦难的击打，伤痕累累。主啊，先人的脚步，信仰的这些见证，都成为我们美好的教导，成为我们的警戒。愿上帝的祝福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属上帝祝福基督徒的生命，在这城市上能够活出主你要我们活出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当有一天我们要再次交回到你的手中，愿主帮助我们，愿主苏醒我们的灵魂，给我们生机活力，甚至盼望，在里面献上感谢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是请大家参加来吟诗应甲上帝话信息第560首，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大家准备心啊，方便来回上帝听。三角来因诗，信诗第398首，因诗后请连牧师来出导。愿主上帝的美妙，伊的圣手，带咱来行头前的路，互咱成做伊圣洁的百姓，安安来对主来行。互上帝的荣光搁一摆照伫咱逐人的中间，互咱对伊得到永远活的相顺甲平安。愿主耶稣基督恩典、慈悲、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三个同在，对即世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这是我来报告。后主日有侍奉者，请准备心。我来看消息报告。
4号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吼，请中职参加。第三，本会伫后礼拜吼2月8号要举行定期的和会吼，请大家踊跃出席。若是有代志的无法度出席的吼，请你后壁请假。摆，今日有2位新的朋友吼，一位是倪德兴倪弟兄哦，请让大家。弟兄哦是在德州，在德州，是回来台湾吗？所以他是你，是不是你冲的弟弟哈？哦，OK，好，欢迎你。下一位是王光宇王长老哈，他是大同教会的长老哈，他已经先离开了哈。OK， 好。即摆来看具体交通甲大道的事项吼。第一是为着身体欠安哦，甲照顾银行的亲人来大道。第二是为着两家吼，一个是吴敬生、王彩云哦，现宜吼、田宜甲井上飞乐甲第二是朱秀凤因为家吼，吴永芳吼、朱秀凤淑萍甲耀宗的身体健康来大道。即时请大家起立哦，为着遮个代志来大道。主你知影，伫阮中间，侪兄弟身躯欠安，因真需要主你三角同在，信心的医治甲帮赞，做因的瓦壳甲溃烂，愿因所受的艰苦，伫主你内面，知影主你拢伫看顾因。纪念因，甲因三角同行。特别即中间，原来为着彩云姐的身躯，为着爸女姐伊的目睭三角记得。主你的神看顾扶持保守因，互因所需要的伫你面前，得到你的平安。有上帝扶持，做因的瓦壳甲帮助。有主你开陪女姐目睭，主你神医治彩云姐的身躯。愿只有将因交托伫你的身上，主你神赐福看顾，甲因三角对待。伫愈软弱的中间，经历上帝恩典，愈侪甲因三角同在。恳求主听阮敬人伫你面前为因的祈祷，愿你的平安享受紧啊，属伫你的囝儿，归耶和华上帝最善的百姓顶面。愿因这两位姊妹及所有身体欠安的兄弟，伫你内面得到你的看顾、相思甲医治。同齐来感谢主，靠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一起请坐啊。一时咱咧请叶老师
现在这平安。你就读《生命记》啊，《生命记》其实就是重申上帝的命令。它是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到埃及的时候，最后40年的时候，已经到达那个摩押平原，在约旦河的外面。那因为摩西有一次用那个杖击打那个磐石，神跟他讲，你只能用纸的，结果他用杖击打磐石的时候，磐石出水嘛。神说，因为你没有在众人面前尊重我，所以你不能进到迦南地去。所以神就把他带到尼波山上，然后从那边看到迦南平原，然后跟他讲，你要重新再申命，重新再把耶和华的命令再讲一次。所以他就总共讲了3次了，不是讲一次哈，总共有3讲，讲了3次，其实意义都一样哈，那讲的方法都一样。我们知道摩西写的5经里面，出埃及记哦，是从出埃及摩西神拣选了摩西以后，一直到会幕建立，会幕建立，所以在还没有到第2年哈，就会幕已经建立。会幕建立的时候，我们知道总共有4个半月，大概5个月的时间把会幕立起来。所以会幕立起来的时候，那就摩西就把那个从出埃及记就写到这个地方。所以出埃及记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样？说耶和华的那个银柱啊，在会幕的上方火柱呢也在那个上方。所以银柱一停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火柱的时候，在夜间行走的时候，所以那个是出埃及记最后一句话，就是神讲走你就走，神说停你就停了。再来利未记就是他上了西奈山，在那边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也曾经跟那个以色列人讲说怎么样？我曾经40昼夜伏在神的面前，就趴着，就是趴着在神的面前，40昼夜不吃不喝，领受了那2块石板。结果下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那边拜金牛，他就把2块石板把它摔破。摔破以后呢，他说神就叫他上去，他又伏在神的面前40昼夜，第2次，40昼夜再拿那个石板下来。第3次40昼夜是怎么样？他们在那边摇八叉，所以神跟摩西讲我要把这些人全部把他在旷野中间把他杀掉。然后呢，摩西说伏在神面前又40昼夜，然后求神怜悯。我们这有3次嘛这个在申命记里面有记载。然后利未记是因为他上了那个西奈山以后，把那个利未记写下来，那个都是在会幕建造完刚好那个时间。接着就是民数记了，民数记就是他们接着要出发的时候，利未记讲完了，都已经讲完，要出发的时候就重新数了一个那些人总共有多少，总共大概60万20岁以上的男生60万。接着一直走了40年的时候，到摩押平原的时候，又数了一次，还是差不多那个人数，因为20岁以上的都已经死亡了。神说20岁以上不能进迦南地，只有迦勒跟那个耶稣亚2个可以，其他都不行。所以那边人都死掉以后，在那个地方，所以在民数记最后怎么样？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样？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命令，摩西又在讲。申命记也是这样，在那边讲。申命记我们知道，他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在讲到说重申那个生命他其实有讲到，就是前面在回顾了怎么样出埃及有那个10灾怎么样进到那个红海那个地方，前面红海，后面有追兵，再来他们说没有东西吃，降玛纳，所以我们知道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讲说你们从前有玛纳，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耶稣也把这一段话就提出来。再来，我们知道他又有时候没有东西吃嘛，所以就降鹌鹑所以重新把它细数一次以后，再来说你们进到那个地方你们要记得那个地方以前你们在埃及是用脚来浇灌，现在你进到那个地方是什么？是因为有秋雨春雨。所以我们知道，常常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写那一句话：你们进去那个地方是有水有水的地方，有秋雨有春雨，所以那个地方是有奶与蜜的地方。耶和华的眼目呢，从岁首到年终都会看顾那地。
我们每一次都会写，那个是在申命记11章。接着我们在讲到16章的时候，一直他在讲的16章就是在讲到说，你一定要守那个守3个节期啊，守3个节期。我们知道3个节期，第一个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就是我们基督教讲的是复活节啊。逾越节的时候，他就讲说，这3个节日你一定要回到圣殿去，耶路撒冷去，那边敬拜神。所有的男孩子，成年的男孩子都一定要回去啊。所以有3个节日，一个是逾越节，逾越节差不多咱的清明啊，清明节那个时候。再来就是七夕节，七夕节我们基督教讲说五旬节，就是7七49天，第50天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去，那个时候是收割小麦，所以你要献上小麦。再来就是收房节，就是祝棚节。祝棚节的时候，大概在我们的中秋节，那个七夕节、五旬节，大概在我们端午节。所以我们3个节日跟他们3个节日大概都相对，差不多那个时间。再来收藏节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要献上感恩了。七夕节的时候，收割节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你城中里面那一些利未人，还有孤儿寡妇都有东西吃，所以一定要在那边安息舒畅，一定在那边非常快乐的在那边大家一起享用。这个是七夕节。那祝棚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6章的时候，耶稣有特别讲。我们就要读约翰福音第6章的时候说，节期的末了了，耶稣站起来大声讲，讲说怎么样呢？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可嘛，信我的永远不饿嘛。就是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泉源，所以我会从我讲第一个为我的腹内也沁出水泉，所以从我的腹中我都会有活水的泉源流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都要到希罗亚池去取水，然后到圣殿里面来，每天都要我们祝棚节总共他要守7天嘛。第一天的时候就是那个吹角节，那一个月的第1天了。第10天的时候是赎罪日，然后接着15天，15号开始守祝棚节1个礼拜。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也是利用每一次进到耶路撒冷去，就是守节的时候。顺便告诉那一些听众，所以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光，他是真理。我们知道他就是道路、生命。我们知道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些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些都是跟这个3个节日有关的。那以色列人就按照这样。我们知道在第4章的时候，他特别讲他交代说，你进去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要怎么样。要把这些律例典章、诫命、律例典章制度，要把它记在心里，要教育你的儿女。第一个是记在自己的身体第二个是教育你的儿女。第3个就是戴在你的头上写在你的衣襟上，写在门槛上，贴在城门上。到民数记的时候讲说，连衣襟都要绑都要做那个细带子。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也有用那个衣襟，也有细带子，所以有人摸了他以后，那个潜能就从他身上出来。这些就是按照摩西所教导的。其实以色列有没有这样教导？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知道到第17章的时候，他是长治久安的方法是怎么样？说你要献祭的时候，不可有那个残疾的不能侍奉别的神。侍奉别的神，有些人他说可以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你要注意，那个都是假的。他也可以行神迹奇事，都是假的，都不能这样所以他说讲说，你如果有这些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到现在回教徒还是这样，回教徒你就传别的神的时候，不是阿拉其实就是耶和华的神除了这个以外你去传的时候都会被用石头打死。再来，他说诉讼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公平一定要公平。再来最后一个就是王立王，你们进去一定想要立王嘛，他也知道所以他早就告诉了，立王的时候一定怎么样？不能有嫔妃不能有自己的马，不能回到埃及刚刚那个连牧师讲说，那个所罗门王不是有很多的智慧嘛？结果他娶了500个嫔妃所以一下子就灭亡了，亡国了。
过没有几年，他一死掉以后，他的儿子一立起来，罗波安一上来的时候，埃及法老王就把所有的那个圣殿里面的东西全部抢光了，因为他没有立他的孙子当国王了。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在《生命记》里面特别讲的，还有那个祭司、先知哦。我们知道《生命记》里面它一个很重要，一开始就是讲到那个圣洁的问题了，就是你奉献的不能有瑕疵了。奉献的哪一些是圣洁的，哪一些是不圣洁的？这些他都讲得很清楚。接着是讲怎么样？接着讲11奉献，讲到第3年，每3年还要有一次的11奉献。那每3年的11奉献是给谁？给利未人跟你城中的孤儿寡妇。所以他说，因为你们当中经常有穷人啊，所以你如果这样的时候，你们当中就不会有穷人。所以还有贺免的时候，我们知道第7年的时候，贺免年你要把你的那个借人家的钱不能要回来。第50年安息年，那个在人家当奴隶的都要放他回家，而且还要给他东西，给他一些报酬就对了，还要给他。所以他特别讲说，你不要说第6年的时候你不借给他，你收着你的手，不能这样啊。他特别有交代，而且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他特别又讲到一句话，说你不要忘掉你在埃及为奴之家，你曾经有400年在埃及为奴。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对于捐献非常，大概全世界所有的人大概对于那个捐款会最慷慨的，最慷慨。我们看那美国那些犹太人那些大富翁他们捐款其实都捐非常多。这个是因为《生命记》的记载。这样一直教的时候，我们知道3000多年来都没有改变。神就祝福他们，所以神也在《生命记》里面特别讲说怎么样，万国之中就会知道里面有这些典章律例制度了，所以你们是一个智慧的大国了，是一些聪明的百姓，万国人看到你们都会敬畏。所以以赛亚书说怎样？说以色列就是我的见证人。你们说没有上帝吗？以色列就是我的见证人。这个是我跟各位分享的所以里面有特别讲到那个18章里面讲祭司、先知这一些的祭司、先知我们知道，就是他愿意自己，利未人都会愿意自己利未人在以色列中是无产无业的他们不能有产业谁是他的产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这个以上跟各位分享，谢谢。这是避讳咱大家平安的。